形成一個咁樣。跟住又係壓橋，一壓落嚟再嚟個呢，一踩馬象拔手，砰彈上去嗱，頭先嘅話係左步，而家係右步呢個一彈象拔手，再跟住尋橋中撐一樣嘅左攤橋，左右攤橋，左攤手，右攤手又係一樣嘅右手一覆手落嚟，呢度一個橫疊掌呢個，再一轉一圈橋，又一個橫疊掌，逼一逼步好啦，再嚟講呢，轉身頭先嗰個係右飄綁，而家係左飄綁，呢度一擺過嚟隻掌飄綁一下，再轉身鏟掌再係飄綁又鏟掌再飄綁再鏟掌，一樣係連環。